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看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葫芦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另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子本心，
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届，第7届武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饶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速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务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
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始。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履兮也。美下欲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黄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2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外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外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待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布，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3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3，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千亿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6子妻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93山坡弘罪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4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素分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教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我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3期末，大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片孝圣法贤，
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辖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蟠母。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颗，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空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1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明，会生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昧，会各10800年。1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
龙华会万发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布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阴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比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LCC_LCC-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劫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就六子七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三山托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在三山托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池起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元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饮清泉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吊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请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持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以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便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美享而在世苦，母亲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屈指算来已有6万年了。
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之初，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夏运也至为母，降道差3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圆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佛半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3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一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2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1-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B_1_score_fan1_score_cas1_the_IMSOT6/view_prefix_1_839915345433045.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静经有